过會兒會向你稟示。是。仙兒、慧兒，拜見芈月。起来吧。謝芈月。这是葵姑，这是我弟弟魏冉。你们叫我小冉就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跟着我们了，无论好壞，都是我們的人。我不會苛求你們，但也請你們自重。秦宮有秦宮的規矩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不懂之處，問葵姑便是。是。下去吧。姐姐，我出去玩了。好，別跑遠了。哦。葵姑心裡一定怪我。從楚國陪嫁過來的侍女還有不少，為何專挑這2個少不更事的來做貼身丫頭？這次進秦宮，你定要選這個最偏遠的小院子住。我由着你，你自小在宮裡吃苦，不習慣人伺候，我也覺得人多口雜，手下夠指派的就行。但這裡是宮廷，你是楚國公主，身邊人總該伶俐管用些。伶俐管用自然是好，忠厚老實更重要。年齡大的侍女都是被調教過的，這楚宮裡面爾虞我詐，大約學會了不少。所以我挑人只要一條，就是心裡頭乾淨。做事情拙，我可以教他，但做人拙，你是教不好的。說是朝賀新王後，但魏夫人他們肯定是有備而來。妹妹查了查，這前朝後宮簡直就是魏國人的天下。魏夫人是先王後的妹妹，魏少氏又是魏夫人的族妹，大王的長子公子嬴華是魏夫人的獨子，連那大良造公孫衍也是魏國人。妹妹快把那些有封號的嬪妃都跟我說說。聽說大王素不好色，宮中嬪妃不是先公所賜，就是與先王後大婚時的應女和各國送的美人。唐夫人資歷最老，大王少年時就跟着大王了。大王登基之前與魏國聯姻，魏夫人隨着先王後嫁到了秦國。大王登基後不久，魏王又把樊少氏和魏少氏送給了大王。另外，魏良人、國美人分別是東周公和西周公所送，除了病故的和犯了宮規被奪了位分的，宮中有封號的也就這些了。外人都傳，眼下大王最寵愛的是樊少氏和魏少氏。樊少氏也是剛剛有了身孕。這些人之中，也不知道他們對我們都是什麼心思。眼下不管他們千條妙計，姐姐只守一定之規。賞賜的東西我有準備，姑姑去把那東西拿來。是。珍珠。大髻一對，手鐲一對，簪釵一對，這些都是打算賞給魏夫人的。因為先王後去世後，魏夫人一直有掌管後宮之名，而且她的兒子嬴華又是大王的長子，所以賞賜之分也應當要重一些。這樣不妥。眼下姐姐已經是秦國的新王後了，而魏夫人也已不再是主持後宮之人。她的東西若是比別人多，定會讓人猜測姐姐對她有所倚重，更是有所畏懼。依我看，她的東西應當與別人一樣，這樣讓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，如今後宮的主人已不再是魏夫人，同時可以讓眾人知曉，新王後對大家一視同仁。就照你說的辦。珍珠，按照賞賜的人數到我的嫁妝中挑選出來，一人一份，全都一樣。是。大婚當日，魏夫人話裡話外都頗為挑釁，算是公開與我為敵。但其他人，我心裡無數。聽說那個國美人
雁冠後宮，當年入宮3日，就被大王封為了美人。宮中永遠不缺美人，姐姐不必懼她，倒可以好好安慰她。至於那些相貌平平、頭腦卻不平平的人，姐姐倒是要好好留意。臣妾拜见新王后。各位姐姐免礼。谢王后。臣妾恭迎新王后入殿。这交房殿雄宏巍峨，但这陈设未免过于简朴了。这殿里的一草一木，都是当年我姐姐先王后亲手安顿的。我姐姐就是先王后去了以后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在世时的摆設，絲毫沒有改變。就連每日熏的香，都是她最喜歡的千蕊香。今日新王后在這兒，臣妾恍惚覺得我姐姐並沒有離去。據說，當年我姐姐出入宮受朝拜，穿的也是同樣的笛衣，站在同樣的位置上。唉，真是物是人非，讓人唏噓不已呀。魏夫人定是糊塗了。今日本該魏夫人帶領後宮眾人朝拜新王後，但魏夫人好像打算帶着眾人祭祀你那過世的姐姐。哎呦，罪過罪過！羋月不提醒，臣妾還真是差點忘了自己的本分，竟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了。這時辰是該臣妾率眾姐妹拜見新王後了。那好，今日初見幾位姐姐，不知該如何稱呼。魏夫人昔日主持後宮，那就由你來引薦吧。